咱所来关心台南永康这东桥一路脚踏车专道限行人专用，本来是规划予附近的学生囡仔上下课使用，却是有真侪民众违规甲这奥多摆骑入去。交通局表示讲，主要是这车道的跨度无够，才会无开放奥多摆通行。警察最近也伫遐开罚单，所来也会加强宣导。 遐北的标志顶头写脚踏车专用道，不哩个赶上班的民众当作无看到，照常甲奥多摆骑入去。这是台南永康东桥一路的自行车参行人的专用道，设到达20档啊。原本是规划要通互附近的学生通学用的，不过即摆煞有真侪机车违规通行，甚至有人甲脚踏车对上我，叫有颠倒头骑的情形，遂引起地方民众讨论。安尼一路安尼过来尔，就7、8台拢逆向啊。造成你的困扰啊，是已经就是足大的困扰啊！你看个这，我讲一句真的啦，伊安尼出入入啊，若头前后发生啥物擦撞还是啥物事故，你叫我车要怎入去？有两方面的意见种真多啦吼，政府有关单位吼来找出这个安全、合法、方便的一个解决方法。 定违规主要因为目前这个专用道学生通勤需求降低，加上里内有工业区，若骑外围会加20分钟。为着利便地处遮侪人对遮骑，交通局日前有会勘过，回应讲因为车道跨度无够，所以才敢若开放脚踏车甲过路人尔。近来警察局定接到民众检举，3个月内拢总处理13件，因会阁加强宣导甲巡逻。 奥多摆迄个违规的部分哦，这部分其实咱有6项地方的警察局这边来探讨过，后壁会来加强相关迄个提醒各市的排名。违规的话，将会依照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5条，会罚600块以上，18块以下的罚金哦。 交通局指出，目前正南3路甲东桥1路并交道拢已经开通啊，因呼吁民众会当对遐通行较安全。市府嘛按算1个月内会正式排面，来提醒民众爱遵守规定。记者李新台南采访报道。